过来乡亲啊，讲来这嘛真奇怪。大家咧坐运的时阵，拢会乖乖啊排队，但是为什么坐火车，大家是烧钱钱咧？讲上介大的原因是，这个火车进站的时阵，真歹停车停甲真准确。因为火车的车种有10外种，每一种火车的车门的位置拢无共款。这旅客抓袂准车门会开伫咧倒位，才会安尼烧钱要钱去伫火车顶。坐运列车到站啊，乘客拢真有规矩，排规列咧等车，但是代替咧。看无有人咧排队，大家四界徛。这列车到站，旅客慢慢啊落车，有看到一堆人赶紧要冲上车，代替失去排队上大原因，就是这车门真歹对准排队线。咱清楚看到列车进站了后，这车门拍开的位置至少差1公尺远，后面就唔知要安怎排队。我唔知伊的车门伫对啊，徛咧等车到，较知影讲车门伫对啊。主要就是在这个区域，但是还是会没有办法100%对准。除了驾驶员手动车档啊，容易出现着误差，敢若区间车、自强机工加起来，就有13种无同的车型，这门拍开的位置拢无共。因为我们目前台铁的车种非常的多，在停靠的时候位置都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。火车通常拢是长途运输旅客，列车一到站，大部拢会烧钱上车找位坐，甲短途运输的座位比起来，真歹控制。台铁嘛无奈表示，这车种无法度统一，就真歹改善这种情况。希望旅客至少会当遵守先上车后落车的规则。